test 咧就最後一份筆記 alpha beta， 亦都係啦第三個嘅產物嚟㗎 alpha beta。但係我話俾你聽啦 ，alpha beta 咧係難玩過 quadratic equation 好多嘅。點解咧？首先啊，你見到份筆記好簡單嘅啫。哦，第一頁冇乜意思啊，就係有兩條式咯。咁呢兩條式我講過啦，你記就記硬㗎啦。alpha 加 beta 等於負 b over a，alpha 乘 beta 等於 c over a。咁當然啦，多數點考法咧，咁我亦都講過啦。咁呢一嚿嘢亦都一定見硬㗎啦。alpha 二次加 beta 二次，你一定要識得化簡。點樣化簡法咧？唔係叫你用行等唔係叫你背依嚿嘢，不過我話俾你背咗着數多啲咯。你到時候即刻砌到出嚟咯，就唔使靠行等式咯。即係 alpha 二次加 beta 二次等於 alpha 加 beta 嘅二次方搞翻二 alpha beta。呢一嚿嘢我話俾你聽，差唔多次都考㗎啦。咁你記到呢嚿嘢就 O K 㗎啦，講真。三次方考唔考咧？成日有同學問我一樣嘢㗎，少考，真係好少考。三次方 alpha 三次加 beta 三次，但係喺公開考試出現過一次嘅，一陣間我哋會見得到啦。好，一陣間再講。好，跟住最後啦，仲要記埋 last 一樣嘢，多數喺 long passage 最後嗰部分考。即係啦，當你計到 sum of Lewis 同埋 product of Lewis 之後，叫你砌翻條 quadratic equation。咁你記埋呢一度咧，多數多2分啦。係即係啦，要計跟 sum of Lewis 要計 product of Lewis， 即係啦。例子我哋唔多講，因為堂上面講晒㗎啦。咁筆記咧，即係要睇就得4頁，但係啦，試題又好多。點解咧？因為驚你唔識做，所以塞多啲題目。好啦，冇問題，我哋啦。一路做一路睇下究竟有咩唔識啦。嗱，逢親見到有 alpha beta 出現咧，其實一開始你都要做一樣嘢㗎啦。做嗰樣嘢根本唔需要人哋提啊，做乜嘢啊？通你個題，計咗 alpha 加 beta 同 alpha 乘 beta 幾多先？呢兩個你根本計硬㗎啦。alpha 加 beta 負 b over a， 嗱呢個真係要背啦。A 唔背你死緊㗎啦。頭先 smoke 你都可以靠穿落心自己計。咁一個8一個負4啦，咁所以啦，跟住通分母係啦，咁等於通分母通得好快我 alpha beta 啦 ，beta 加 alpha， 咁所以啦，跟住真係3秒做完㗎啦，我真係做呢題目有幾難啫，係咪？但係你記得要做得快咯，見到呢啲一定係 alpha 加 beta、alpha 乘 beta 啦，冇人提你㗎啦，得唔得？3秒一條唔係講玩嘅，真係得㗎。不過你哋都要抄到，我去得未啊？下條你哋就好啦。下條一樣啦，咁慢慢聲啦。alpha 加 beta 等於負 b over a， 咁我照樣寫翻負3 over 1啦，即係3啦。alpha 乘 beta 等於負1 over 1啦，即係負1啦。咁所以啦，1 over alpha 加1 over beta 等於 alpha beta 跟住 beta 加 alpha， 咁即係等於3嘅負1。做完咯，3秒唔係講玩嘅。下一頁啦，你抄唔切，你圈答案啦。好。第3題啦，有同學就話啦，究竟我呢條題目噏乜嘢啊？唔知啊，又好簡單嘅啫。因為啦 alpha 同 beta 咧，如果咁樣放法嘅話咧，其實咧呢一個符號咧，其實講啲咩嘢咧？其實講緊 alpha and beta are roots of 呢一嚿嘢啫。將 alpha 同 beta 換翻做 x。alpha 同 beta 其實係個 roots 嚟嘅，即係講緊就係 x 等於 alpha 啦 ，x 都可以等於 beta 㗎。alpha 同 beta 就係個 quadratic equation 嘅答案。咁所以人哋問你 alpha 加 beta 喎，做完咯。所以呢個考 concept 嘅啫，冇乜大問題嘅。第3題答案 E 啊，純粹考 concept 嘅啫。好多同學見到個聯合方程喎，唔識計，唔係㗎，講緊 x 等於 alpha 同 x 等於 beta 嘅啫，講緊 alpha beta 係個 roots 嘅啫。咁你照加嘅講真，所以佢扮晒嘢嘅啫講真，但係唔好代我句啦，你哋未學過一定唔識計。好啊，第3題好大問題，第4題啦，同一道理啦，咁所以啦，我都費事賣關子啦。首先寫翻 a 加 b 係幾多先啦 ？a 加你覺得呢條式樣衰咗，寫翻做 x 次方啦，加 4x 加1等於0嘅，跟住就知道 a 加 b 等於負4除1。等於負4除1，寫錯啊！負4啫，負 b over a，4除1等於負4，跟住啦 a 乘 b 咧就等於1除1等於1，跟住啦，所以啦 a 2次加 b 2次，咁我講過你背咗佢啦，背咗佢着數好多呢個，a 加 b 嘅2次方減2ab，
跟住啊，即刻代數字，嚟答案咯。負4嘅2次方減1。即係見到呢啲原來方程收 A 做 X 嘅。係啊，次次都係咁嘅，好悶嘅。其實玩得多你就知嘅。即係人哋喺玩阿法 beta 玩得悶嘅時候，咪加少少變化咯。有冇大問題？好大問題，繼續啦。好啦，第二題一樣啦。你見到悶唔悶啊？悶啊！好啦，但係條方程式個款唔係幾正路喎。我哋會唔會興趣換翻佢先咧 ？x 2次方等於4x減3，跟住 x 2次方減4x 加3等於0㗎啦。好啦，當然啦，呢條其實咁你咪即刻又嚟多次啦。alpha 加 beta 等於負 b over a 等於4。alpha 乘 beta 等於3 over 1等於3，咁所以啦 alpha 加1乘 beta 加1等於啲咩嘢咧？拆佢好啦 ，alpha beta 加 alpha 加 beta 加1，跟住代翻晒啲數字落去，又做完咯。所以你話3秒一條冇難度啦，再快啲20秒都仲得。唔係嘅，你都得㗎。如果你做翻上一題目，你都得㗎。因為其實變嚟變去，萬變不離其宗啦，咪係 alpha 加 beta，alpha 乘 beta 啊，跟住做嚟做去做完啦。下面嗰條一樣啦，又係啦，你見到呢啲咁嘅唔對路嘅方程式咧，一開始你換翻做 3x 等於 x 次方減5先啦，跟住執靚佢啦 ，x 次方減 3x 減5等於0啦，我哋變翻去做呢樣嘢先啦，跟住又玩 alpha 加 beta 啦，等於負 b over a。咁你小心啲啦，唔知點解咧，公開考試咁鬼中意咧，個 b 前面一定要跟負號嘅，因你啲正負數嘅話就係。唔知點解出嘅老師硬係咁嘅係。咩直接計啊？係喎，計嚟講啲度你最，所以計 alpha 加 beta 我唔知添。好，有答題，夠題。好，第7題。好啦，開始複雜啲啦。第7題咁你見到啦，哇 A 2次咩 alpha 2次加唔係喎，除咗扮嘢嘅呢條。呢條一樣啦 ，alpha 加 beta 等於唔係呢條樣衰啲啊，因為 alpha 加 beta 有分數。alpha 乘 beta 靚 number 嚟嘅，但係 alpha 2次加3 alpha beta 加 beta 2次啊，等於啲咩嘢咧？等於 alpha 我執靚個次序先啦，費事去咁快啊 ！alpha 2次加 beta 2次，做過咩？類似啫，都再嗰句啦，條題目都係咁上下嘅，所以做得多你發覺好悶啲啊，係咪？咁當然啦，有份數啊，所以小心啲啊。不過我估你都篤機嘅，講真，係咪？好，咁啊變咗9 over 4，跟住睇先，心算先，呼應，我心算都知係1/4啦，咁樣。冇理由唔係啊，份數都計錯，仲衰過小學生唔會啊，小學生都唔會計錯啦而家啲小學生好叻嘅，係啊，我個親戚小學生，同佢 say 個 hello 俾佢串已經，還串啫唔係食屎，點串12點幾嗌同佢嗌早晨俾佢。Good afternoon 啊，咁咪咯，係啊，似咩？我未瞓醒啩，佢嗌早晨，我錯咯喎，12點幾唔可以嗌早晨嘅，好啦，快啦我哋，好啦一樣啦，你見到啦 A 嗱呢啲又係好多負號啊，小心啲啊，最多同錯負號我講過啦，所以千祈唔好錯負號啊，咁啊多嗰句啦，你唔錯負號嘅話咧，呢題目難你唔到嘅，一錯 alpha 加 beta 同 alpha 乘 beta，咁你都知道㗎啦，你冇運行㗎。咁又啦，做得快好世界呢啲題目，咁我跳步驟啦開始。咦有抄錯題目啦，蘇車冇2喺度嘅，好。咁減2 alpha beta 即係減 alpha beta 啫。咁我跳步驟，所以我再多次啊，即係4嘅2次方減負3。咁啊好簡單啊，聽到同學開始講非常好。咪做錯嘅。係變咗加。所以我多嗰次係3秒一條題目，不是夢啊，係啊。呢啲又係啦，開始複雜啲啦，多嗰句啦，複雜極有好嘅，又係啦 ，alpha 加 beta 啦，等於我哋好份數喎，最前世最真份數咯，
alpha 乘 beta 又係分數，會唔會複雜少少啊？好啦，最後啦，仲要 alpha 二次方分之一 beta 二次方分之一，好啦，通分冇啦。alpha 二次方 beta 二次方上面分之 beta 二次加 alpha 二次，咁啊你做得多你都知道啦，呢嚿嘢你見得多都悶啦。好啦，我又跳步驟啦。alpha 二次 beta 二次啊，負一 over 3嘅二次，好啦，上面咧就係等於3分一嘅二次方減翻2 alpha beta， 哇咁鬼多分數啊喂！跟住點做啊？撳機啦，我冇計數機啊，拜託。台下觀眾 A 啊，好啊。時間關係啦，自己翻屋企撳啦。咁呢啲啦，咁啊冇乜特別嘅題目啦，開始 skip 㗎啦。咁啊第10題一樣啦，冇乜特別㗎。台下觀眾得你幾多係？嚇 E 啊？你後面都話 C 喎喂。喂，咁答我 C 定 E 啊？快啊！我自己計一次都係太渣。好啦，30秒啊，度計時間啊。我30秒睇得唔得？係通分冇費，又啱得咁巧，收工。alpha beta 負，哇出事你喎！減翻2負3個2有分數啊！救命啊！有份數嘛，有份數3秒就唔得啦。我冇計數機啊。呢個我唔 cut 嘅，呢個加字幕添。真係唔知道邊度講。咁啊，答案我標答案係唔玩 C 啊，答案好啊。點答題？咁啊，都係嗰句啦。其實最麻煩就係如果你撞到分數，麻煩啲嘅啫。咁啊，第11題我唔計得唔得啊？第11題我估你自己搞下搞得到㗎啦。因為最關鍵就係呢嚿嘢點化簡咧？呢嚿嘢要通分母先㗎。呢嚿嘢要通分母先㗎。咁你發覺通分母大家好簡單啦，第一嚿嘢分子乘翻 alpha 加 beta 啦，跟住呢個都係 alpha 加 beta 啦，跟住就等於 alpha 加 beta， 跟住你發覺 alpha 二次方加 alpha beta 減 alpha 二次方，個 alpha 二次方俾人減走咗啦，咁得翻啲好簡單嘅啫。咁所以啦，我就睇到佢個答案啦，唔使靠督機啊，靠自己我 alpha 加 beta 負1 over 2。alpha 乘 beta 3 over 2，咁答案係負3，收工 A。好，第11題有冇答問題？有冇答問題？悶唔悶啊？所以就即刻啲刺激嘅啦，3次方，刺激喎，3次方，係啊，3次方調式啊，好啦，送一次俾你。首先我計翻 alpha 加 beta 先啦，應該等於負 k over 1，即係等於 k 啦。而 alpha 乘 beta 就等於3 over 1，即係3啦。好啦 ，alpha 3次加 beta 3次，咁啊立方和恒等式係 alpha 加 beta，alpha 二次方減 alpha beta 冇2㗎，小心啲啊！就咁嘅啫，呢條式咁啊 Form 2教10年都唔用一次，無端端要拎出嚟用。係啊，好耐未用過啦，所以10個有9個都唔記得㗎。公開考試考唔考？我話俾你聽，失驚無神都會考一次嘅。好，咁啊當然啦，同一道理啦，你可以執兩條式先嘅。alpha 加 beta 嘅 whole square 啦，呢個係跟住減翻，應該減足3個 alpha beta 㗎。好 ，alpha 加 beta k，alpha 加beta 又係 k，alpha 乘 beta 3。做完 K 3次方減9K， 仲感激。好，再講一次啦，其實再講一次啦，講咗10次都係嗰句啦。Multiple choice 唔難做㗎，最關鍵嘅第一個步驟你做唔做到出嚟嘅啫。最關鍵嘅第一個步驟做出嚟，跟住就開始慢慢化簡再化簡啦，你就總會有答案嘅。咁啊，立方和恒等式再講一次啦，今次俾埋 tips 你哋啦，考。係今次考啫。立方和啊，即係 sum of two cubes 啊，英文叫做
立方即係三次方咁解嘅，兩個三次方加埋呢一個叫做 sum of two cubes，所以條式有個名嘅。即係呢條式長考。呢條式今次唔考，不過遲早要温㗎啦。三次方我話俾你聽，真係好少考。公開考試我話俾你聽，呢度咁多年嘅公開考試題目咧，考三次方20年以來得一次嘅啫。如果啱啱撞正你嗰年考三次方，你咪大嘆唔好彩咯。如果你冇温嘅話，好啦，反而最多時候做啲咩嘢？開始又嚟啲唔同嘅變化啦。以 alpha 乘以 beta 係咩嚟㗎？Form 2你有冇讀過數學咧？有你就知啦，兩數相乘，指數相加，做完啦。2嘅負2次方嘅答案係點解冇答案嘅？係啊，死負4啊 over 4，負指數都係份數啦。咁呢啲又係啦，10秒唔使做完㗎啦。當然你要知道想玩啲咩嘢啦。原來又開始撈埋其他一齊玩啦。所以做一次啊，做下你發覺好過癮啊！嗱，有趣嗎？有趣係啦，有咩趣啊？P 減2加 Q 減2啫嘛，你又等於2嘅 P 加 Q，P 同 Q 係個 root 啊嘛，有鬼趣咩 ？P 加 Q 負減4咧，漏咗負1 over 1即係負1，咁啊真係2嘅負5次方啊，2嘅負5次方咪2嘅負5次方做完1 over 32咯。所以數學就係咁噶啦。當你掌握到啲基本嘅時候咧，就開始有變化啦。咁更勁嘅變化就係講緊呢一嚿嘢啦。呢嚿嘢考硬噶啦，會喺 long prep 考 difference of roots， 講緊嘅就係 alpha 減 beta， 係好麻煩㗎。因為啦，就咁 alpha 減 beta 咧，你計唔到㗎。咁我講過啦，你最多計到啲咩嘢咧？就係alpha 減 beta 嘅2次方咧，你可以背埋呢條式㗎，等於 alpha 加 beta 嘅2次方減翻4個 alpha beta 係啦。點解咧？因為 alpha 減 beta 2次方你爆盤就係 alpha 2次啦，減2 alpha beta 啦，再加翻 beta 2次啦。而 alpha 加 beta 2次方咧就係 alpha 2次啦，加2 alpha beta 減加 beta 2次。咁你發覺咧如果你個曬啦 alpha 2次加2 alpha beta 減 beta 2次，再減翻4個 alpha beta 嘢就等於 left hand side。咁所以條式咧就係我哋計 difference of roots 㗎。sum of roots 就成日考啦 ，difference of roots 咧就好少考啦。第一考就係 long prep 嚟㗎啦。而你唔識做咧就即刻 game over 㗎啦。OK， 好啦，咁呢條題我哋試下計啦。首先人哋話俾我聽啦 ，difference of roots 係7 over 2。你唔需要諗究竟係 alpha 減 beta 定 beta 減 alpha 嘅，因為呢啲題目我哋即刻嚟個2次方㗎啦，就等於49 over 4。跟住alpha 減 beta 2次方，咁我講過啦，你即刻知道係 alpha 加 beta 嘅2次方減翻4個 alpha beta 啦，就等於49 over 4。即刻做代入法啦。哎呀，我唔記得咗一開始做一啲最基本嘢添。alpha 加 beta 等於負 b over a 5 over 2，alpha 乘 beta 等於 k over 2。將所有代入去啦 ，alpha 加 beta 5 over 2嘅2次方啦，再減翻4嘅 k over 2啦，就等於49 over 4。哇，咁鬼複雜嘅喂！即次方嗰啲。跟住啦，25 over 4減翻2k 等於49 over 4。唔係喎，好簡單喎，原來負 2k 49減25，心算都知啦，24除4即係6 ，k 負3，完啦。不過呢條好難。第16題做㗎。第16題就係、當你玩到 alpha 加 beta、alpha 乘 beta 玩到悶嘅時候咧，第16題就醒神啦。正啦，因為我話俾你聽，全村人識做㗎係。知唔知自己啦？如果識做同學，公開考試10萬人講緊，就7萬人唔識做。3萬人都唔知係咪識做，亂撞好多人，有啲可能係。如果你都識做嘅話，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呢條就變態嘅原因，呢條唔係 alpha 加 beta、alpha 乘 beta 咁簡單啦。咁當然我哋一開始可以照做先嘅 ，alpha 加 beta 負3 over 1，即係3好啊。
同埋 alpha 乘 beta 啦，就等於 k 啦，就等於 k over 1隻 k 啦。好啦，但係咧人哋係 a alpha 二次方減3，咪加3 beta， 哇9唔搭8嘅點解？點做啊？好多同學就記窮啦，係啦，咁啊大啦，點做法咧？其實我俾少貼士你哋啦。x 二次方咧，係等於3x 減 k 啊。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同一道理，唔係我唔想認光莫真啊！同一道理 ，alpha 二次方係可以等於3 alpha 減 k 嘅。咁 beta 二次方亦都可以等於3 beta 減 k 嘅。原因 alpha 同 beta 阿對 Wood 講嘅就係 x 等於 alpha 同埋 x 等於 beta。咁你就係咁基本嘅嘢。咁無端端人哋就攞呢樣嘢同你玩啦。咁呢條題目咧，你發覺啦，即刻等於啲咩嘢咧？所以啦。alpha 二次方加3 beta 咧，原來可以寫做3個 alpha 減 k 啦，再加3 beta 就等於3個 alpha 加3個 beta 減 k。哦，咁你好容易咯 ，alpha 加 beta， 你知係幾多噶嘛？咁啊玩一半嘅時候，仲總會有啲咁嘅題目出現㗎。咁啊呢題目就係變少少啦，叫做，但係一變我就嗰次啊，就唔係個同學識啦。數學就好乞人憎，你成日咁樣變下嘅。你一玩悶咧，就即刻有變化啦，都就係完啦，隨便啦，冇人逼你，冇人責係咪？不嗌我唔喺度講啦，好啦，我哋仲爭3、4條 model choice 就做完啦。好，第17題啦，呢啲又係啦，今次 long quest 會考嘅嘢，咁我講過啦，就係俾咗兩個 Wood 你，叫你砌翻條方程式，見到點砌啊？呢兩個。係個叫 new Wood 啦，我哋係啦，俾個新嘅根俾你，叫你砌翻條方程式。啊，咁點砌咧？我哋好簡單，一開始要做咩嘢咧？就係 sum of new Wood 啦 ，sum of new Wood。啊，我哋揾翻新嘅根啦，係乜嘢咧 ？alpha 加開方 b， 係咪呢個 a 加開方 b 加 a 減開方 b， 兩個根加埋一齊先啦嚇，黐埋啲根一齊啦，好啦，黐根而家啦，黐啲根啦，好啦，跟住啦 product of new Wood。product of new Wood 好啦 ，product of new Wood 係啦，有兩個新嘅根啦，好啦，兩個新嘅根好啦 ，alpha 加開方 beta， 係咪 a 個 a 唔係 alpha beta 成日錯 ，a 加開方 b，a 減開方 b 係啦，咁啊，如果你 form 2唔係方法學業嘅話咧，咁你應該即刻知道呢個係乜嘢嚟㗎 ？a 加 b 減 b， 係啦，咁啊變咗 a 二次減 b 二次，咁但係人哋有開方好，所以 a 二次減 b， 好啦，咁所以啦，新嘅方程式啦，新嘅方程式乜東東咧？咁又係 x 二次。減翻 sum of roots， 加翻 product of roots， 等於0。咁你即刻有冇答案？有冇答案？有冇答案？有，有啊，係啊，呢人冇錯。好啦，難唔難咧？唔難，好，非常好。咁咪啦，咁第18題一樣啦，咁啊慢慢聲揾翻 alpha 加 beta 幾多先啦 ？alpha 加 beta 等於-5 over 1，係咪女有計錯啦？等於負5 over 1，即係等於 alpha 乘 beta 等於負7。over 1係負7好啦，跟住最後啦 ，sum of new Wood 啦 ，alpha 加1加 beta 加1就等於 alpha 加 beta 加2，其實就即係等於加2即係7。好啦，跟住啦 ，alpha 加1乘 beta 加1，計緊嘅就係 alpha beta 加 alpha 加 beta 加1，咁啊小心啲啊！呢啲最緊要到時候唔好計錯數咧，咁就應該冇問題㗎啦。咁啊難唔難？我做一次啊，唔好難嘅啫。7加5加1即係13，咁所以啦，新嘅方程式係 x 二次方啦，減 7x 加13等於0，咁你即刻有答案啦。冇答案嘅喂。點解冇答案㗎？哎呀，負7，哎呀，負7加5加1負1嚟嘅啫。唔係中學嚟嘅佢。冇啊！呢個就真係想就係收工啊嘛，難掩收工嘅喜悅㗎嘛，呢啲都係叫做一衰收尾啊！好啦，第19題啦，最後變化啦，都唔知乜嘢嚟㗎嗱。第19題好怪㗎，咩叫翻到 B part of AB 喎？翻到 B part of AB 咩嚟㗎？首先啊，呢條題目不係我哋呢一課書嘅咩？好似方塊又係喎，喂，點解有兩條式嘅？y 係 x 次
y 等於負 5x 加6。咦喂，交點坐標喎，記唔記得交點坐標即係做啲咩嘢啊？聯立方程喎，聯立方程喎。呢一條題目咧，其實唔係應該第3個、第5課至學嘅應該。啊，咁我哋既然放咗，又不如照做啦。咁你方科即係講緊 UT 後，你就會學呢一樣嘢㗎啦。好，咁啊當然啦，篤機都唔到答案應該，係咪爛數字嚟㗎？1或者負6咧？咦，非常好。所以 x 等於1或者負6，咁啊邊個1邊個負6啊？呢個1啊，但係 y 左邊我唔知幾多啊？呢個負6啊，但係 y 左邊唔知幾多啊？唔係喎 y 左邊你知幾多嘅喎？計到嘅喎，因為代翻入去啊嘛，係咪？代翻入去，你有2條式代，是但代1條都得啦。呢個應該都係1嚟㗎。點解咧？我代落呢條式度計啊。當 x 係1嘅時候，負5加6 1咯。呢個咧代落去計，你要度呢條式計都得啦，36。咁啊叫你計呢破都唔係呢一課，都唔知擺嚟做乜，擺錯啫。計完啦，計邊破你識計嘛？所以 thank you so much。咁啊，所以邊破啦？咁啊，再一次啊，呢個就唔係呢一課嘅，咁啊，但係擺錯冇所謂啦，照計。好啦，答案應該係 C。好，有冇答案睇？嗱，冇嘅話咧，咁就喺度停一停先啦。